Dr. Reborn 美麗密碼黃金比例。人類自古以嚟對靚都有所追求，但係每個人嘅審美標準都有所不同。其實完美嘅面容係可以遵循黃金比例去量度。黃金比例源於古希臘時期，當時嘅數學家畢達哥拉斯，亦即係畢氏定理嘅原創人，喺研究中發現大自然裏面嘅花卉、貝殼以及蝴蝶，原來都蘊藏住黃金分割定律。後世嘅學者更嘗試將呢個定律套用喺人類身上，因此黃金比例亦隨之誕生。以現今藝人為例，歐美影星安祖蓮娜·祖莉、謝西加·艾巴以及荷里活著名女星柯德莉·夏萍，佢哋嘅五官輪廓亦都同黃金比例十分相近。點先算係黃金比例？先由面嘅外框開始。以亞洲人嘅面孔而言，面部嘅闊同長嘅比例應該為1:1.5，但係完美嘅面孔仲要配合三庭五眼嘅黃金標準。三庭嘅意思係指將面部劃分為3個部分：上庭由髮線至眉心，中庭由眉心至到鼻小柱，下庭由鼻小柱至下巴尖。3部分嘅長度相等時，就係三庭嘅黃金標準。而五眼就係指將面部直分為5個部分，起點由面嘅邊緣開始，至眼尾、眉頭、另一眼頭、眼尾，再去翻面嘅邊緣。5部分嘅長度都各等同一隻眼嘅長度時，就係5眼嘅黃金標準。除此之外，其實側面亦都會有完美嘅角度標準。鼻梁嘅頂端與眉心下相交嘅夾角大約為135度，鼻小柱同人中嘅夾角就大約為90度，而鼻尖、嘴唇至下巴如果可以拉成一條直線之餘，並同一條垂直嘅直線形成一個10至15度嘅夾角，就係完美嘅角度標準。但係大部分人嘅先天輪廓往往都未如理想。例如亞洲人嘅鼻梁一般都會較扁，即係俗稱嘅冇鼻梁。呢個情況下，鼻梁嘅頂端位置與眉心下嘅夾角就會大於135度。另外，下巴唔夠突出，亦都會令鼻尖至到下巴嘅直線未能同一條垂直嘅直線形成一個10至15度嘅夾角。仲有下巴長度不足，亦都會令三庭嘅比例唔平均，大大偏離咗完美比例。不過，即使你嘅先天輪廓未能達到黃金標準，但以現今嘅醫學科技，可以利用後天嘅美型技術改善各種輪廓問題。Dr. Reborn 配備多項醫學美型技術，包括 Restylane、Juvederm 及 Teosul 透明質酸美型療程、Botox、Dysport 塑形療程以及 Sculptra 膠原再生療程。透過 Restylane、Juvederm及 Teosul 美型療程，利用透明質酸豐盈輪廓唔夠突出嘅位置，可以改善各種輪廓問題。常見嘅用途包括鼻型塑造、豐下巴、豐盈蘋果肌以及豐唇等等。其實透明質酸除咗可以豐盈輪廓之外，其他嘅用途仲有改善光澤、淡紋保濕。至於喺修飾線條以及淡化表情紋方面，透過 Botox、Dysport 療程可以修正因為肌肉過於發達而引致嘅面部過闊、粗壯小腿以及皺紋問題。功效包括 V 面、纖小腿、淡化虎紋、壓紋、眉心紋以及完美紋等等。如果想解決肌膚缺乏彈性嘅問題，就可以透過 Sculptra 膠原再生療程，以 PLLA 聚咗乳酸漸進式激發肌底嘅骨膠原自我新生。一次療程效果可以長達2年。
喺骨膠原源源不斷再生嘅情況下，令老化咗嘅肌膚再次回復彈性，飽滿輪廓。Dr. Reborn 除咗提供美型服務之外，仲有更多專業醫學美容療程，更會為你繼續解構更多醫學美容資訊。如果想知道更多，就請繼續留意 Dr. Reborn 美麗密碼。